今年有冇人好让牙膏看到几岁啊？强家都会煮出来啊！啊，你要挑家地吗？唔对，那现在请假，赶快直接请。唔得讲哦。贵香港都不卡卡少煮出来系嘛？诶，较少做菜。一年有一次吗？不，唔知啦，唔知啦。哦，差不多200啦。要蹦推圈用菜地也是菜，又米粉又拱山。对，你觉得菜地啊，超唔超制作人，你觉得呢？ 他又没分数。人家秘密武器安豆。其实但问问佢讲，你要吐水又买避免误解，是这个去上半年。宣布太多了，没有秘密，因为都是秘密。你哋好像粉丝专业名全部改睇了，拼命注入啊！人家也会被以为是韩国人。哎，这是沙拉黑哦。那个是虎口之光呢，你知道什么意思吗？虎口都会用光光。唔得咯。Hello， 各位天视機前面觀眾朋友，大家好。還有所有來到現場一家之主嘅粉絲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一家之主，我係民族，係中白票。大家記得冇？今年來到第5年呢，總上鼓勵一下。第5季代表，哎呀，我們兩個相處5年的時間呢。那個我們老了5歲啊。好可怕，怎麼跟你相處5年了？這個是越來越有默契了。走得了，走得了。有默契。好，呢個都要嘅素材咪係 T8了。新竹富橋嘅風防沙期發通中心，都要投幣呢，唐宮蔡天也都懂熱情。這3立大作來的時間，哇，好多人哦，一早就在邊跳舞了，運動。睇個窮下來。對，所以要投幣算是人氣非常非常旺的。係啊，富強的腦龐，我除了跳舞之外，你要不要還動用愛心？還有這個志工的公餐啊，等一下動就有細節哦，在地位都動摸hand的哦。好。千步還要動台嘅公然哦，動到小朋友會來搞啊，來運動。好，唔該你三下來，馬上來分享到今天的評審欣賞。今天呢，我們的評審哦，有新的生力軍的天寵哦，所以家師傅會有一點壓力的。會哦，會哦。好，來分享到嘅係你呆翻神小戴師傅。哦，歡迎戴師傅。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哎，怎麼小戴師傅一出場，工作人員比之前還嗨？對啊，兵哥壓力大。哇，真的。好，稍稍來感受一下，掌聲歡迎盧俊斌師傅。大家好。冇，要歡迎一下大師傅，你係直接擺來。係。嗯。咩個好料？哦，你係菜地福建人哦，主場6位師傅都算係行走菜地人。冇錯。那今天就不用介紹來賓了，你們兩個直接對決就好了，直接對決的。哇，今日來賓動體撇動厲害哦。馬上先來分享到你諷刺嘅係兩表姊妹嘅，分享到嘅係玉妹子、勞動力子，掌聲歡迎。歡迎。哎，歡迎。大家都看下攬出嚟一片，係來自虎橋嘅香妹，哦，記得係大桂香撈大玉子。大家好，大家好。桂香阿哥就係風風殺氣嘅李思壯。大家好，大家好。除了李思壯以外，其實呢，桂香講嗱，你嘅動力子全部親有愛心，因為呢家就全部係人哋義交義小隊，對不對？係呀，因為有菜地啊的義工誒，將有攀法，分幾個時嘅時候才有好多人哋呢。好，不過我們今天要比的還是料理啦，哈。好。富強你算冇按接來，係啊，你那麼常來，這小記一下菜地有乜嘅好搞、好食、好料嘅冇？就喺你嘅富橋鄉嘅仁和步道，佢旁邊啊，都5年嘅時間，當到嘅油桐花、當漿。哦，這是平安嘅時間做一個運動嗬。係啊，做得係。依家空氣又當好，有去過冇？唔是。你不是在地的嗎？喺啲乜啲啊？都去健身房嗬。好，鹽火鋪頭，number 來你看呐。咱最近為咪係虎橋菜田嘅，所以咧紹介一下，要買嘅好食好料嘅法湯係嗎？好係，因為公園期間哈，我哋虎橋路街嗰度有隻盤隻幸福嘅法湯，它有公園醋6醋8，5寸6種，輪人來煮哈，切卡不卡水那收會出來，煮出來本台這個分享，去食了台這個專業本福氣。
哇，那就算是在地版的一家之主喽。哦，算是对。因为都有做切干不卡最厉害、最拿手的菜。创造菜，嘿。历史中平常就煮菜，冻勺。没有套好，不好意思。夫人在家，夫人在家。罗妹啦，妹妹，这也没套好，这个也没套好，没套好。哦。历史中，今天要带领大家强下来。他讲今天还有现场有他们的粉丝朋友，所以不能丢脸哦，从这不能变小哦。既然安阳的话，新嘅一季，你们有新嘅挑战，我送本所有嘅来宾参加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马上就来进行体育馆嘅挑战喽。特色变好菜，两嘴用剪刀塞头部嘅方式，轮蛋托变上地度嘅食材。沙丁爱伫寒天嘅时间里度，做出无穷样嘅变化，生来两嘴会抖出乜嘅好明星呢？一家之主抢下来出好菜咯！新嘅一季有新嘅挑战，而送本台之家，你看一看啊，顺丰亚嘅，你的业配商品，变频冰箱哦，那个新嘅这个道具呢，就可以代表个呀。所有嘅挑战嘅内容就都有地度，呢一关呢都特色变好菜，到底係種呢？平常地度啊，有冇看嘅食材？有一些就像係你所謂的變平常料理啊，清冰箱料理。重點就係因為佢個進行咪就那種進家所謂學東西啊，摸下來，習勝時這種精神體現出來，等下地背度嘅東西。某時先搬睇下看也好咧。好啊，你都要乜嘅咧？噔噔噔噔噔！哇，來睇下，哎呦，睇嘅嘛？垂挑板啊，各位。其實就冇識嘅，都呢係攞件頭倒咗嚟，變倒咗嚟。完全呢，冇試過咧。又撈卵啊，又撈卵啊！哦，跟孫紅還有個三層肉啊。對，而且它這個3層肉擺法很像我去小吃店，原封不動的就變到要倒閉耶。哦，跟孫紅還有火腿、太白菜、鳳頭、鳳錘頭，該玩係嘛該？哦，哇，有2粒，有2粒，公然痛，公然痛啦！該痛頭會凍好咧。配痛呢？按用啤就第一黑啤。对对，这个等下中午帮我热一下。啊，这个旁边也有，这个旁边又该还有腐鱼、咸菜，他刚也咸菜，还有哎呦面那样哦。到底我们要怎么玩？个游戏规则咯，简单到大家讲一下，因为各组都有2位嘅来宾嘛，所以分做2排来剪刀石头布。让个该组做的线来选嘅食材，总共做的100选2項，总共係4項。哦，啊，现出来有用啊？拿出来煮啊，就係你根本應嘅煮食材。哦，現到嘅就一定要標料理地度就錯啊！呀，個不管用係丟好，都做丟出好味道。討論一下好咧。好。正常一下，你會做乜嘅？知道咧。你係拿垂頭板、拿面煮食材。等下線來唱下嘅。鹹菜頭煮肉啊，煮湯啊，買啲湯，酸菜湯啊。有乜嘅第下條拿到嘅冇？火腿啊，蝦母真貴哦。係。我想下貴啲嘅食材冇？哎呀，好啊，貴嘅。那我們就選冰箱。貴張啊，這個。我們的芹菜掉哦。那不管的啦，最貴的要先把它拿起來，是不是？不是蝦母可以炒那個啊，炒那個洋蔥啊。哦，有洋蔥嘛？洋蔥跟蛋也可以。亂。蝦母、太葱頭、老鴨嘅鹹菜，一定要拿到，都好實用誒。等下你要冰洋了，這樣有潘潘馬上拿到。好。廣丹痛啊！廣丹痛哈，當基底嘛。係啊，確定哦。貢丸跟玉米。好，廣丹要爆胸。但重點還是剪刀手部機挺完香。好，阿牛用組隊已經有討論好心目中的理想菜色。嘿，冇咁錯。先來猜拳嘍。好，來。好。我們的戰術又記得啦，好，剪刀石頭布，耶，做失敗，高麗姐，剛才你有講好嘅吼，先拿呀，個蝦，哦，個蝦母啊，太亂到蝦母，怎麼給我剪了2項啊？幹嘛告訴你？怎麼辦啊？哎呀，怎麼辦？怎麼辦？王局長，我們剛剛另外還有鹹菜啊，鹹菜都重要啊。好，這個2個先搶回來。好，鹹菜到這裡來哦。煮肉哦，有，還有鹹菜，哈。鹹菜煮肉經典啊！好來，往歷史中，記得到展出好。我們才被你嚇到呢。
剪刀石头布。哦，来，英雄记起来。阿哥先来先。阿哥，应该是。阿姨嘛，唔错，先嘛解啊。阿姐，阿冇乱的呀。讲完啦，乱排队哦，哈，乱排队。好，就这样。虽然跟刚开始同样完全不一样。来，换用嘛，这来先，来。哇！哦，要煮10嘞，哦，都得咯，还有乜嘅咧？还有妈咪头嘅嘛？还有鱼吗？菜吗？这个哈纯天然手工无添加，不要被它干扰，不要被它干扰。太怕超音口听哦。对，配色啊。好，来。俩是脏的，又团又软。因为刚才也不知道到底蓝队黑透队嘛该。对我们红队来说的话，基本上你想要色彩。都有选到，对不对？有。这边是基本上等一下展出来冲性来讨论。好啦，不管用按用这样神奇，因为呢就得先出来某个嘅色彩，都在这边存嘛个料理咧，马上出来挑战喽！观众朋友，你一定没想过，都在利用自家对边边上献出的色彩，都在这做嘛个料理呢？唔讲还可以去了，加下用足哦，胸有成竹，应该系轻有把握。先来问看下风吹，家族对一个色彩有信心吗？有。好，加油！来参看一下咱出的一片哦，真经非常厉害，用上镜来分大家感觉到你的信心，有信心吗？有。俩台上。可是我发现虎口人都很整齐划一，很有秩序哦。好，看起来家就对应准备好些，观众朋友一定要请期待，马上开始倒算3、2、1，抢开始哦，傻开始。师傅调半年的比赛时间有玩过类似这种的吗？黑盒子料理。黑盒子料理，那个是在飞机上的吧？飞机回收嘞。真黑盒子，就是西餐乙级。它的术科的部分是黑盒子料理。真的？那有题库吗？没有，完全没有。你只熊，你有做马改，你也是就像即席演讲的，所以你猜他们要做什么，先猜猜看，先摸一摸。直觉，要不然一定也炒面对吧？确定。我觉得我们平常在家里清冰箱的时候是没有这个直觉的，对，是完全这个快坏掉了。过来，煲完汤3天了。看哪个现在像上顾啊，现在没有像师傅那么专业。好，你马上也可以哈。我们就看看是不是炒面，可不可以？先聊西方的食材做嘛个料理嘞？炒面。喂，安豚。你们心有灵犀哦！我请问一下，这个面不炒要也是啦，汤啊哈，泡面没熟的呀，汤面也可为什以啊。么不做汤面？没有这个食材，炒面比较刚好。哦，因为我有哈姆啊，哈姆我就别个动用。有演技，跟你平常时喺做嘛干？老仔做菜嚟，做菜。啊，你怎么不选那个传菜盘呐？厨师，陆师傅都的啊 ，Hello。做几冻烟呐？做30年。30年了。啊，今年有没有红火浪牙够？还可以抢家都会煮出来。啊！你要挑个地吗？对。那现在请假，赶快直接请。没讲哦。师傅，你之前黑盒子料理有限时吗？我下去4小时。4小时算限时吗？是。我们一家这种没办法这样配合。也可以，你走后还能写食谱，记录下来。那等下再麻烦你们写食谱哦，谢谢。没有这回事。做菜嚟，陆师傅都的啊 ，Hello。做几冻烟呐？做30年。30年了，你开始做时间给忙出血呢。你忙这些吗？对啊。你忙31岁吗？当然。OK， 那你们直接服输吧。真给厉害！啊，怎么敢不会点个彩天板？应该最熟悉的食材啊。Hello， 被你们选走了好吗？啊，不好意思，我只是想听这一点而已。我只能说桂香哥要加油嘞。其实我好喜欢这一道这一关，因为油嘛该你就做嘛该，这真的很临场反应，很像安利都不卡迪度哎。应该用妈妈的眉头。对，而且观众朋友，如果说你在家里面发现到本熊迪度，你根本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大
大胆下去，就像黑盒子料理通哦。因为刚好背上地北都动洞细，为什么会选面线？我们刚才是以10架的顺序的线。哎呦，面线你烫没？我们先够厉害，你先猛喊一下哈。这个蚯蚓要熟哦，哈，要不要多去用哦？哦呦，历史中听到有看过吗？李师长，我跟你说一声，董派生。怎么的？俺有演技给演做料理做了31年了。是。我用干啥？俺快忙30岁啊！来，你讲一个经验，吓死他！你要重点嘿，该下咩讲？重新讨论展说吗？超，我们厉害了！好，你们完全换一道，换做甜的，是不是？我们的4样其实都可以各自一枝独秀，都全部做4道菜，是不是？少一点点，4吃。洋葱的部分也是要吃2吃。两选，其实嗰個齊頭版雪睇住係可能因為那個嘴巴會很乾啊，所以會嘴渴，嘴渴得，所以崩痛。哎呦，所以做你客家嘢嚟鹹菜湯。哇！可是你鹹菜按太保牛，我再拿給一些出來，那個要給我嗎？哦，本意帶轉去，啲啊不能太食假先。我們等下鳳凰社區中午的公餐需要用到。貴香港都不卡少煮菜係嗎？較少煮菜。那個頻率大概是10年幾次？1年有一次嗎？唔知啦。有冇200啦？邱允記，你平常喺做乜嘅投入咧？哎呀，都做葱送飯。是藥商哎。藥商。今年有冇紅河讓亞國強下嘅比賽啊？強家都會煮出來啊。哈！你挑家地嗎？唔地。那現在請假，趕快直接請。唔俾講哦。好啦，我們要先過去了啦。對。恭喜哈！等下再過來哦。好。我們煮好了。安家了。剛剛先燒好咧。天哪，我覺得好好吃，我還沒吃早餐呢。那裡面有除了剛剛雪吹就加落去之後，再調味就continue去。胡椒粉。調油還沒就加咧。調油加咧。胡椒粉。要調油嗎？這個是靈魂，真的。我口音整個很硬的胡椒粉呢。他您凍好胡椒。真的。是客家人都是。以虎口為大宗，那每一年有5公噸就這樣消耗掉。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啊！那我们把它摆漂亮一點。如果有比速度的話，基本上我們紅隊已經養了 ，OK？ 關掉。因為早餐店阿姨趕的就是速度啊。Hello，給諸位先生，慢慢弄啊，慢慢弄。師傅，你之前黑盒子料理有限時嗎？我相信有幾分鐘？4小時。4小時。4小時算限時嗎？算。我們一家之主沒辦法這樣配合。還有一走後還能寫食譜。記錄下來。那等下再麻煩你們寫食譜哦，謝謝。沒有這回事。色香味俱全。哇，那個水面是按好嘞。對啊，而且有嘎嘎。那我現在已經想開動了。等一下我那碗可以幫我裝大碗。沒問題。謝謝啊。基本上就是我們裝完剩下寸泡了起來給，因為我們要惜食嘛，零剩食。對，今天零剩食哦，零剩食。好，加油牛嘍，加油！加油！啊，這今天我們做了呀，做好了，那個起香湯嘞，起味道了。這個等一下，火尾抬掉那個邊，我這邊會抬消防隊會來哦。係啊，好，準備好來，自己摸起。有啦，有起啦。他自己有了，有香哦。所以該地尾圖沖頭，先攞去煸香之後，然後加什麼？中央生煸好，然後洋蔥煸，然後。我有一個疑問，鹹菜先炒張煮同樣係嘛麼？我先炒過嘛。港式蘿蔔糕啊，調酒它比較算醬香味啦，跟鹹土可能冇像染下鹹嘛。所以就加點點。加掉胡椒粉未做得咯？哦，做得咯，因為胡椒粉有挑戰的。這個是虎口之光呢。係啊。你知道什麼意思嗎？虎口都會用光光。懂得咯，一點點就好了。是不是在害你們？你夾邊類嘅？對啊。係咯，我爸爸最近吼，跟日加利百日慣呢。好嘞，該鼓動啊！好嘞，開始鼓動。胡椒粉你要鼓動啊！那這邊呢？起鍋咯，起鍋咯。啊，那邊等一下哈。該痛火了呀。有吃哈。痛，愛起鹹湯嘛，愛起鹹湯。好。一定要改下改變，還又落去按命呢。早餐的蘿蔔糕模式，它真的可以留下來做變化。真的嘞，這樣又一道菜了。對啊。該碰地尾讀出了就加個牛，它又有其他的嘛東西嗎？冇海鮮。
海鲜，味道好呀。凤凰社区的特色就是海鲜。海鲜，好，马上来倒数哦。好，倒去滚一下，别滚下。现场马上开始倒算，10、9、8、7、6、5、4、3、2、1。时间到，马上就会试试看那第一关，一个冰冰上的料理都带奶厨较赞到嘞。耶，先问起个泡数一下哎。真劲懂厉害耶！刚刚师傅讲哎，从按钮比赛方式是他们西餐乙级的这种比赛方式。基本上来讲，睇起来在10分钟内就捞给做好势，真劲懂厉害。先来吃吃看那风水，你最背面的捞给做出来一个炒面线，我们一起来吃吃看。面线哦，我除了本身是要咸土，记得好挑到咪嘟嘟好，唔可以过咸。它我加上嘅胡椒粉哦，真劲系锦上添花，非常好吃。对，而且重点是它有比较香、比较豆哎，不是有米头。面线就是一个非常友善的主食，不管骂啥你儿子又没有负担，味道有抓到。你是不是立刻爱上我们红队？这就对了。以后来露营都要选红队哦。马上先买票对吗？好，两位姐姐吃到米头用版嘞，有香有标豆啊，有标豆。嘿，快慢些，你是作为31年的呢？冻好吃嘞，冻香。真劲。我哋自己肉肉哈。可以嘅口感到哦，你係咪唔會差係啊？哦，所以攞試看一下，攬出嚟一片。然後先吃這個蘿蔔糕，有先攞去煸煸噶哈。因為蘿蔔飯本身就有條米嘅啦，啊家有剪過一罐黑哦，蘿蔔飯咧就食到嗰種擦擦嘅，擦擦一張好食，家真係有黐到。啊喝湯咯。胡椒粉，一個鹹菜煮牛湯哦，米湯沒有出來。通常這種的沒有，我都在續完，一直續完。真勁呢！你們選對食材了。基本上，它趕緊做鹹菜呢，它只要味道有夠酸了，那個就它的靈魂就在了啦。鹹菜要煮到清熱味啦。哦，當然味係冇。哦，穩定係一個安慰煮呢。個菜頭係咪煮到凍好食咧？好食哈。看起來真的兩煮呢，而且佢都煮的時間都發現到，雖然冇用嘅食材，可是都有客家靈魂在裡面。古宋來說呢，平時應該親難來結節咯，都帶小戴師傅來到人哋一家之主，踢一瓢都代表現本罵吹嘞。這是一個決定性、傾倒性的哦，決定你未來的一家之主。你給他壓力很大呢。搶本數。拜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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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戴師傅。阿斌哥，你底下個決定就是放輕鬆就好。哦，1、2、3，哦，來換個位置啊，換個位置，換個位置。好了，沒有啦，小戴師傅搶公平。選藍色，因為佢梅頭全部要出來，看起來凍簡單，不過吃個凍好食。別為沒凍好食，不過2吃還是贏過1吃。哦，2吃啊，哈，2吃都做得很好。對。這樣講出來，我們第2集開始會不會大家就是試菜？對啊，他每一個食材都做一道。因為那裡多出來這些。你2吃你會被扣分的風險就會比較高，對，但他2吃都做得還2道都好食。阿斌哥，你想法係嘛？我感覺講呢一片哦，因為佢係找到辦煎的這冇線去煎，變容易線炒乾油或者油調到蔥條調到這個油變到凍到到個含油一個東西做嘅本去加分的係鹹菜，用到鹹菜下嘢，這鹹菜會做油。哦，就會再要香梅電腦，梗係除咗擺會好香。根本風水呢度，已經炒緊麵後凍清爽啊，煮來又梗係亂香啊，蔥嘅梗係香梅，很簡單的這個味道，它煮來是我你講嘅媽媽嘅呢種嘅梅頭。兩組都表現到好，古數到鐵管底度呢，兩組都各得到1分。不過三下來看啊，今日呢係阿斌師傅帶來乜嘅好料理，我來留睇次嘅分享咧。師傅出台菜，要到位一個太廚師呢，我來編出好料理嘅時節。有冇一下阿斌師傅今日菜名係乜嘅？梅乾扣肉河粉卷。哦，你學菜要哪一道？生青椒啊，鹹菜乾，好，你又要盤生煮好啲河粉，
好有海苔样的，那其他算配料。好，马上来看一下。那叫普去皮的3层肉嘞。二皮穿做的可以，这个又中意。不过你今年就河粉了，该甜粉的普粉肉嘞，怎么还有加盘啊？而且为什么叫河粉？那不是半条吗？这个口感more强壮，一种很软，一种很硬。哦，哪一种很软？河粉很软，哦。所以说你这样做，我们玉妹姐要给演员唔黑嘞，因为在现场最资深的厨师就会给耶。看不下去哈，看不下去。玉妹姐演员唔黑写做得来呀哦，我唔敢老师傅比啦。见到样音，擦样音，别多，该就上色啦哈，有点焦焦的哈。那除了该下讲呢，还有什么小细节大家有发现到吗？伊就冰油吗？芒油哦，怎么该冇冰油啊？其实重要是有油嘞，等下铺下以后冻到油嘞，哎，是不是用油啊？用油下也是หั่菜罐炒唔会香。哦，而且หั่菜罐都会加油吼。不会炒香。用去重油本身的，该是该用，用到调味料，调油调味的。哇！该是鸡。桂香哥，你爱的那个声音。米酒。哇，这个烟震下去，你们都是摇滚区第一排。要帮推荐用菜底也是菜的，菜底也是菜，又广赞。对，你觉得菜底啊？超唔超制作人，你觉得呢？他又没分数。你俩好像粉丝专业名先不搞一开的，陈明珠啊，人家也会被以为是韩国人。哎，这是沙拉黑哦。胡椒粉，哇，你要去听爱哦。要水，所以梅干扣肉的调味这么简单哦。就是本去甜甜的铺，最主要是个梅干菜个香。不是用卤桶吗？等下会用汤量，用滴滴汤，本去铺为好的时间，个当咧用滴滴汤做咧调味做咧。桶唔是用它炒？唔是唔吧。哦，那用加水落去之后，本去翕。嘿，要河粉在那里脆一下。哦。吹下，落去扁面掉哈，扁面掉，哦，可是你这样扁面掉去，还有一个爆起来莫会破掉。效果吹一下子就得嘞。那今天冻好些个河粉呢，大把去做串点的时间，俺莫点蛋饼，就听我指定河粉。莫多两行啊，还唔知个盘来做买用。等下爆到地位都会啊。哦，像寿司样音。哦。等下，炙烧的部分，桂香哥应该很厉害，因为它是易消，它是救火的，不是生火，不是生火。没蝙蝠哎，没了。哎，像你炙烧，每次人浸下酒哦，是。而且不是不用一个 cheese 吗？唔怕，冇不用唔怕。是不是没带到？调味之后嘞。哦。可能2时啊，冰师傅西冲都该放火。真的。冻离回。敬上。还有问题，应该讲在盘会做苏式，那个是醋饭吗？咩，一般的盘子做得嘞，因为俺这个面还系หั่菜跟控油啊，伊本来是有หั่的，所以俺你莫做个醋饭，因为俺你要先准备好嘞，好咁大家先看一下，还有俺先准备的，控油，好香哦，这颜色好漂亮哦，盘身来铺好来，俺也铺盘的时间吼，这莫全部铺嫩，会合扑掉吗？摊到溜1/3。团团帮用互动好些呢。啊，这这不听也不用去哦。酸了表阿姨。哇，这好赞哦！依家下就讲啊，看亚福卡就买 K 去之后就掺落去啊。加个控油来啊。哦。感觉好好吃哦！哇，我第一次看到饭卷底度不用按太低油哎。冻碰牌啦。对啊。哦，หั่菜罐。做个野餐料理啊，某些早点，好，其实每做到变化，让您唔会就传统的是跑盘的啊，所以改成老板。孔油给它烙盘啊，可能会有点重，可是如果要用煎起来哈，反而变成一种很爽口的感觉，有点像饭团，饭团、饭团样样，皮哦。我煎起来大家底，我加上个河粉，大家可能是冇上的啊，系啊，哦，河粉系到水鹅背哦，水鹅背。哇，好漂亮哦，很特别哦，这样吃得很饱呢。当然你只有吃1块，你知道吗？基本上我是3条。
所以其實地陪圖啊，個蘇軾要表嘛嘅，成日掛未做得，風吹頭未做得。哇，其實也冇按好淺嘅吼。安尼是凍醬嘞。哎呦，個孫紅他就表個tomato。做這個要很細心哎。哎，等一下食個這個煎的時節咯，有些人會食它配料，有些人食它小料，可以自己選。哦。好嘞，那有本來就可以哈。因為梅乾扣肉河粉卷，按樣就好食咯。今日呢就係品嘗看啊，盧師傅呢特別睇起來製造嘅一個梅乾扣肉河粉卷。馬上對我了解哦，個水配鋪本本來呢，我指定哦。哎，跟這個節瓜有一口吃嗎？這個豬牛肉嘅河粉啊，個口感當上香。睇大家有看到吼，一個梅乾扣肉啊，幾多薄嘅時間，個色水已經當軟味啊，古說細落已經當沾到。口感又油，當 Q 哦，當 Q 哈，攞下嘅河粉以後哦，可能換板條，我覺得應該也可以。這個很好的搭配，很特別。好搭配哈。徐柔師傅怎麼辦？好些，請給分，打1分，打夠分哦。戴師傅，你徐柔阿斌哥怎麼辦？都有層次感，應該梅乾扣肉撈個盤。你可以想象那個味道，不過撈河粉地陪圖油膜強濃咧。觀眾朋友都不卡了，製作嘅時間記得哦。而家都炒嘅時間呢，其實一開始冇不用油嘅，冇不用油嘅時候，佢乾炒的話，米頭才會噴出來，才會噴香，睇起來就係吃做困難。唔過生下來加條錢1比1咯，嚟今行最杯面一館嘅決勝負啦！料理大鬥士，大家個卡都要算係自家嘅好美食。兩嘴愛啲寒天嘅時間地度，用帶來嘅秘密武器，做出一出最讚到嘅世界料理。到底哪家嘅面試會較上面呢？別家之主，跳下來大鬥士咯！一關呢，所以上海愛所有一家之主啊，5季裡面按到嘅關口最喜歡的，因為呢一關吼帶領自家本地來代表講。也已經夾到練的技巧百變呢，已經挺好食咧。魔法圖比較啦，都係最強最厲害嘅。後先來看一下，風吹帶來一個秘密武器係乜嘅咧？油蔥酥，已經夾到誒。Hello， 我們的女人姐啊，已經30人嘅料理功夫誒。哦，我把到嘅30人嘅油蔥酥咧。隔着口罩都可以聞得到。口罩都沒效了。給你們聞。哇，又香又香，真的。哎，這個自己先放口袋，快點。拿回來耶。好啦，兩個用一個靈魂的油蔥酥，今日做個料理有乜嘢名咧？烏味米粉湯。烏味米粉湯。喺咩看到家下小戴師傅要搬湯半數，所以你下改做湯。烏味係虎口嘅鐵神啊！真的哈。好，烏味米粉湯。靈魂已經在這裡，一聽冇問題誒。藍水歷史中咧下吊定咧秘密武器係乜雞？辣椒小魚乾。哎呦，唔過辣椒小魚乾哦，大家都會做啊，你都有。沒有，我不會做誒，可以教我看嗎？這個等一下你自己做的嗎？回來哦，自己做的。要叫你啊，做誒，特別要加個薑黃誒，來上新天咧。關鍵字就炒熟哦。這加薑黃的，黃啊！哎，他們好像小巫見大巫哈，都狂都。哎，好香哦，很香哎。辣椒嘅小魚乾哈，要加薑黃，好健康哦。嘿，補性提供。伊也是會多少黃麻醬，好看，嘿，麻醬，真的是外貌主義。喂，哦，我今日那裡辣椒小魚乾，做個料理菜名按到香辣回鍋肉，回鍋肉，哇，又是一個零剩食的概念哦。幫盤凍河，哦，凍茶盤哦，凍茶。好，要成先麼？要。熱天外蒸麼？那到上天做乜嘅？
强一点。哦，当然。理事长好用心。好啦，其实我发现呢，利用竹笋皮啊炊色可以组成一个 set 哎，用回锅肉又蜜粉汤，也可以副口给抬出来咯。用竹堆跟笋皮后色，马上开始倒算3、2、1，抢开始。因为我前2天就是做梦到芋头，我想说我真的很想吃芋头，后来好意了时，我待会去买芋头蛋糕嘛，结果给me一捆的芋头米粉汤的时候，哇，美梦成真，真的 ，dreams come true。那有梦到我们的回锅？没有。对，我想这是一个赛，这是一个比赛。好啦，看一下，看一下舞。我跟你讲是真的，真的，蒙蒙哦。这里系乜介啊？哇，现在有咸边后哎，好喜欢这个，有香菇，有香菇，有哈密。你做嘛该蹦嘛该主动好些呢？我还是要跟你们讲一下，已经32年的功夫，小戴，你刚才没有选我们。等一下也是哈，等一下先讲。真的了，哈比要修先，入沟呀，不要沟呀嘛该。要炸过。哎，神哎，这是哎对。哎呀，这不会啊，功夫口的不会当有名，谁去来口干用啊？叔叔又该香啊！对，当香哎。我签你的芋头，我真的超爱芋头哎！你看到芋头有种恋爱的感觉吗？我有这种遇见哎，这可以，41块，要去狗的呀！来，我帮你捡起来了，哎，厉害呢，捡起来了。哎，我给怎么改？我硬啊！不用浪贴的啊。你看看我们客家林盛食，而且也是一些些就不会存空给他，啊，牛筋粉，香味一定会留下来。师傅啊，这个过程要列入评比的吧？来个工厂啊，哦。要放推圈用菜地也是菜，用米粉用工人。哎，对耶。因为它这样子是什么？除了林盛食之外，还减少食物的碳足迹。对，你就会菜地啊，超不超？制作人，你觉得呢？他又没分数。滚嘞啊！平阿姨嘞。按价哦。所以跟5二线就脆狗哈。炸过。基本上我们红队煮大厨料理都不会超过5分钟，我们快去快回。我们等一下马上回来，等一下已经煮好了啊。哇！高富观众天好大地哦，超大地！你们赢在第一步起跑线有嘛？等一下可以夹那个吐司吗？做的啦，这个要夹挂包。我没做对嘞。你害我忘记你们的那个冰梅福衣嘞。辣椒，那个咖酱风景过还算冻小没有？冻少。很少。唯一担心的就是什么，你知道吗？什么？吃黄补黄，我怕我自己变黄。对，所以我吃的时候我就有点紧张。那你可以多吃一点冷色调的食物，在色调上会中和一点。就萝卜多吃一点，调色盘的概念。还有面粉多吃一点。莫爱用心呐。有冇家己都会上体脂吗？上体脂吗？买提伞。那我该落梅甘心啊，水好了哈。还是刚好他可以请假。回锅肉夹跟牛可以没有老几边都较长的，对，较长的，对。回锅肉不听超会，一听回锅，对不对？它只是一种做法，它的精髓不会黑马该重点。那个香味你要香气，对。那肉要比较硬吗？它回锅就是它会那个肉本身的有嚼劲，一听完还不能太软哦，要撒油呀，越嚼越香。买个东西调油，因为多点鱼卵吧，因为今年嚟講係豬，多點魚卵吧。會啊。我虽然喜歡豬油，但我不喜歡被它噴到。豬油食到當健康。那些豬油啊，食到皮膚會動。對啊，而且小編曾經懂答型呢，上一季哈把那個成名豬油啊演成一個 GIF 哈，在網絡上的那個點閱率蠻高的。老皮哋下嘅粉絲專業名全部改睇咧，成名豬油啊，最好吃。人家以為是韓國人，韓國藝人。那是沙拉黑哦。人家秘密武器安豆。是做但會問佢講，你一套水要買秘密武器嘅，是這個去上半年。川普太多了，沒有秘密，因為都是秘密。姐姐哈，東麗姐是所有的來賓當中最捧場，一當出來全部在我問他之前，他都吃完了。哇，真的，很好食啊，很好食。我们那边要好嘞。哦，好，别下，可以了，别下，
忘记了，哇！已经有好了呢。哎呦，该不会梅头冻创哎。我跟五二又懒的吗？又该又炸过。我个人认为啦，五味米粉同文法精髓，除了要给油葱酥以外，另外一个就是胡椒粉啊，对。米粉同一天落胡椒粉。嘿，我爱不看米粉汤还有芹菜呢。芹菜也是灵魂，可是米粉同的米粉不是咸汤哥，不是，吃加标去就好了，嘿嘛。俺妹煮的时间米粉会先浸烧水耶，滚水啊。那炒，就是会先给它泡水。那没有，那是炒的才要。哦，秘密武器还没加。对，加上黑马盖。那个虾皮是炸过的。哦，这个是怎么？这个是那个蒜头了。蒜头酥，这也是自己炸的。哦，这个味道太这个味道会不一样。哦，人家秘密武器安豆哎。我真的不，水你们没有投给我们，真的没道理了。制作单位问去讲，你要投水又买秘密武器的时间去上半年。宣布太多了，没有秘密，因为都是秘密，都是秘密。没秘密，因为每一个都很到位。你看其他好选的挑妹，哦呦，哇！没有客气呢，哇，丢出来了去。好了，我觉得我们这差不多了。其实还好，我觉得我自己想要的是它跟52会法块、懒块。你自己回去煮点回锅。我等你2小时哈。回锅米粉汤。走，我们赶快那边要到边后哎哈。丢出来会变色咯。哦。哎呦，那边可能会没会好咧哈。差唔多咧，家下啲菜必熟。家下師傅咪要提點講，跟回鍋就重點就係跟肉。一定要有扎實的口感。你的靈魂啊，唔不為唔是邊？咩？你唔是等下後背水，後背撈佢夾幹嘛？調味就好誒。入味。你大辣椒啊，裝到香到啊，講大辣。我等下要出翻啊，係啊。哎，你喊加辣椒很快。咩？個辣椒？咁見唔過，該配色，該配色。哦。還不過別都凍好款的。哎，這怎麼整怕玉英姐都某空發？你還好嗎？有啊。剛才老闆有打給你了，是不是？強加時間到。然後睇緊講，有去拿這個攞來講，它除了是到肉從做主管之外哦，佢平常時哦，佢各種的時間塗嘅係乜嘅啲？護校。畫圖。哦，他是藝術家，被錢耽誤的藝術家。那等一下擺盤的譜就告訴你了。好啊。可是好像秘密武器還沒加，就這麼辣了。哦，大辣冇表現到啊！好嘞。這個可以起款哦。我等下先起啊。好，那我們來啲倒數咯，吼。會從起台哦。好。現場馬上開始倒數，10、9、8、7、6、5、4、3、2、1。時間到，馬上就嚟知識看下最快美一關咯，拿出秘密武器，倒睇奶煮卡針到咧。好，第一關呢，愛煮其他型哦，發現到兩組正經都煮到香撲撲咧，睇起個馬上先對風吹嘅一個五味米粉湯，向下來品嘗看下咯。哇！既然想着湯頭很重要，先喝一口湯。但52香我凍創誒。湯好好喝，呢度嘅靈魂人物有沒有？那個油蔥酥啊，凍香加倍的香，五味味嘅好食。到一段嘅時間啲味多，做到眼熱味真嘅唔簡單，還有個油蔥酥嘅味道，唔會搶走嘅52嘅香氣，凍好食。凍好食。好食吼，有咩好食？油蔥凍香。係啊，別個煮有料嘅，別香又香。風水凍厲害，唔代表冷水唔厲害。冷水也實實嚟，這個回鍋肉其實會起塊。起塊。別到凍好看，凍好食。別都真嘅有醬。剛剛小戴師傅其實講過，那回鍋肉重點就係熱天愛要香，但唔能講香甜甜哦，還有啲的辣的哦。下酒菜的經典，咖喱樓 Loki 那個精髓有它的秘密武器啊，薑黃辣椒小魚乾。然後是姐姐哈，東黎姐是所有的來賓當中最捧場，一檔出來全部在我問他之前，他都吃完了。哇，真的，很好食啊，很好食。哦，好食，來因幫酒凍好啦。最緊，我今日就講到重點就係，熱天我要別多。等下兩位今日要好好的評分一下。緊張的時間馬上就會都有，這非常緊張。剛剛頭前第一關的時間呢，小戴師傅某線捧醉，姐等於是沒有選擇明珠啦。
都在第一份危险门马伞呢，小戴师傅，拜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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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你真个是贤民主系哦，好痛！我阿炳哥的想法可能冇强容，好期待一下，1、2、3，全部分数。哦！哎呦，风吹让嘞，恭喜恭喜！小戴师傅先公平。该汤头会冻好，该面粉嘛又冻又肥，啊掠到有一点点冲辣，到其他调干啊煮样嘅，该梅头又砍过咧。饼哥咧？饼哥。其实那边肉啊，调不管前因村别到冻香，做得到加到起台呛出来，类似讲咸的瓜啊、葱头啊、洋葱啊、小黄瓜那条，或者是玉米笋那条，菜本好多对。好多啲好澎湃，其实咪是到好多嘅甜味，好多嘅甜味嘅，只係其實咪傾過而家係辣味，綜合，誒綜合樣，因為講其實都是cái肉是辣的樣，條不管有凍未做cái醬料，啊肉未凍未做cái醬料是變到吃落未凍辣，那邊你來到整個要別香嘅東西，全部都到位，就蔥樹啊，哦還有條件別香嘅肉啊、香菇啊，一切嘅順序啊，哦掌握的凍好，還有梅河水來凍好。其實咧講真嘅呢，吼，兩組都做到10分的好，不過呢，可能就像啱師傅講嘅，辣椒溜溜的挺多嘅，溜溜的啦，迄講是較辣的話，可能就會選擇藍水，可是兩個回鍋肉還係動站的喂。好，比賽已經都要到尾，馬上出來頒獎咯！這個一個好好嘅早上，今日嘅比賽呢非常刺激，而且貼片又感應為全新嘅挑戰，這個可以說是無菜單料理哦，非常困難，有難度。對，所以今日成績出來，風吹得到3分，藍吹得到1分，現在恭喜風吹得到3000元嘅加菜金，恭喜恭喜！各位觀眾朋友來看一下，藍翠今日得到係二台的進口嘅藍帶美學工藝不粘鍋具組3件組。很高興顏色。一個我幫你拿哈。凍得那可以哦。對，這個是沒凍好了。真的很漂亮，很羨慕啊。真的哎，你給禮物真的沒送到凍後，當然獎金也是非常的優渥的。我哋感謝大家今日來參與。先來問一下兩位姐姐，禮拜來參加，心情興奮樣辦呢？很高興，哦，很棒。今日當歡喜參加了這個吃素的節目哈，今日嘅菜色啊哈，希望睇這個，安尼嘅師傅，安尼主持人有忠心嘛，很好食，希望大家歡迎大家，哦，有空來光臨虎口。有閒來了，好哦，安師姐，安你有閒啊吼，過來煮飯陪你食好嗎？啊，冇問題，冇問題。伊亮莎還打扮還貼片用心嘛用，對啊，很棒。今日參加吼有嘛個心得，所以咧觀眾朋友來分享哦。當歡喜，今夜一定會睇翻啦。哇，係，很多糖多節目啊，群眾已經未會睇翻。哇，是夢是夢。很多嘅活動都好了嘅地方，喺鳳凰沙區哦，你買啦做得。本地自家都熟食。我聽講很有熱意外吼，看到嘅新冠不動球吼。我講吼，我看個一家之主嘅節目吼，原來可能人家主持人哦，柏謙哦，本人哦，他哪後生，他哪帥啊！啊，明珠哦也很漂亮。因為他幫我跟你講在一起，我就不好意思批評。這招算厲害，招厲害。好啦，10分感謝你 CV 傳說，參賽者講下來要到尾嘅，對老年其實料理專用，冇正經嘅素養，用愛心，有冇家貴向高講嘅，用愛。都也嘅料理地圖也係真係最重要嘅，愛上也咩係富橋人嘅心意哦。已經關咗所有嘅社區嘅朋友，尤其鳳凰社區，香港很有動作嘅鬧人冇出來，盡情分享大家大鐵法來報名參加比賽哦。一家之主帶帶你看下來要到尾嘅大都市分享不卡嘅好美食，下禮拜再見，拜拜。